来去问千万字，逐工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咱做伙来看到这里读做华，好华华第5条。华本来意思是形容花真水，嘛会当讲是细又搁油的粉，嘛有品种真悬，也搁有高级的意思。咱讲豪华、风华、繁华。若是讲一个人有才情，咱讲这个人真有才华。另外，搁有一个音读做花，第1条代表讲是草木的黄，嘛有真水、好看的意思。另外，有人姓读做花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2个词。头一个读做车花，代表讲奢侈、浪费、无彩物件、讨债的意思。第2个词是一个较古早的词，读做花盆，这个意思是讲外形装塔，看起来真奢华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2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生活唔通伤过头奢华，脚踏实地，实在生活安尼才有影。若是敢若追求清澈真花盆，较会互人感觉足虚华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华，另外一个音读做花，也搁有姓读做华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